台湾宝可梦中心今日正式开幕，有真个乡亲的透明的排列，有民众伫讲啊，现场唔闹出现代替人排队乱象，个人卖黄牛票，一张讲花到5000块，有人讲这入场券放伫网络里卖偌济，8888。坐椅头碗排甲热长，或者等你抽号码牌，想要看全新开播的宝可梦中心，不过所有人伫咧现场玩客。你们不要再演了，你宝可梦皮卡丘只要买一只吗？你们要卖多少啦？我直接收啦。他们都从台中来了，你要卖多少？我讲。原来这民众敢若是收钱来代替排队，通过对象的名称特别有写白纸字，队伍内底麦当看到编号安排过，甚至算好今日拢总24个人，其中一位代替排队的人私底下讲到，斗3工排队10点钟会当赚100。阿北在卖黄牛票，我走过来的时候有在问，我看到他说要不要我这个位置4500这样开啊？悠悠卡一张，要不要我这个位置？你要去前面看就知道，那边就是有在卖黄牛票。他比你早来买，那你没有照这上面。真侪民众去步步投诉，工作人员嘛看袂做，叫遮代替排队的人叫人紧走。不过，互真侪民众无法度接受的是，有代替排队的人竟然搁伫咧卖黄牛票，有人摕着门票，花价一张卖5000块，个人看起咧网络购物平台一张卖8880批。今天有夜排就算了，夜排这个问题。你们不遵守就算了，可是又有人在卖黄牛票，能不能回收那一些？比如说你们晚上就应该把他们驱赶走嘛。其实宝可梦中心官方讲，开幕前一天，民众袂当先伫咧附近排队，毋过若无听规定，更闹出代替排队的黄牛乱象，互真侪无法度进场的宝可梦迷众是看到心情真歹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